如果我哋有傷口嘅時候咧，首先要及時進行一個傷口嘅清潔啊、消毒啊，同埋如果個傷口咧係比較大嘅話咧，就可能要進行一個傷口嘅縫合啦，嚟到令到傷口可以係比較容易啲愈合。當個傷口喺愈合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都希望可以保持一個傷口嘅濕潤。喺呢段期間咧，可以使用一啲疤痕凝膠或者疤痕貼咧，咁呢啲就可以保持嗰個傷口係一個濕潤嘅狀態啦，嚟到防止佢乾燥啊、裂開啊，嚟到減少疤痕增生嘅情況。喺陽光裏邊嘅紫外線咧，就會令到嗰啲疤痕裏邊個色素細胞有個積聚嘅情況啦。咁如果大家係有疤痕嘅情況咧，就建議喺疤痕附近咧就勤力啲搽翻一啲防曬嘅傷口。亦都因為個疤痕喺形成嘅過程裏邊咧，可能你會感覺到一啲痕啊或者唔舒服嘅情況。有啲人可能會不自覺去走去拗嗰啲疤痕咁樣嘅喎。咁就亦都喺呢啲情況裏邊都建議大家盡量忍一忍手，就防止你越拗咧就令到疤痕咧就越容易有增生嘅情況。你都可以定期揾翻醫生嚟到觀察翻你個疤痕會有啲咩唔正常嘅狀態啦，咁就可以及早進行一個醫治，都係一個預防一啲唔正常疤痕一個好好嘅方法。